来继续来看情人节，高雄市邦活动有25对的情侣甲夫妻来参加，有男性跳爱河，对爱人啊宣告讲：“我爱你。”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情人节在爱河边求婚，男士希望得到美人归，请救生衣扑通一声跳入爱河。生意打动女朋友的心，总算换来一句：“我愿意。”来参加演咏爱河活动的25对男女，有的是情人，有的是老翁老母。因为这爱河的水以前印象中无好闻，这回跳爱河的男士感觉如何呢？不会有奇怪的味道啊，但是就是跟海水一样咸咸的。会是不会很臭，咸咸的水。情人节活动和爱河是闹得滚滚，观光局长潘兴雄打扮做爱是俏皮兔，甲饭店阿基西，地做爱情汉是肉素饭，其实唔那爱河真有爱。在南马客户证事务所，有真侪对的新人选择2月14来登记结婚。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虽然我有时候很白痴，但是你讨厌我的我都会改。老婆，我爱你。听到老公爱的宣言，太太是感动啊流目屎，一幕一幕真心的表示，嘛，互情人节即天终成眷属的因，被满满的爱包围。